也我自我是欢喜。再来圣诗第279首，圣诗第279首，恳求上帝恩典，相应来转述。因为安尼，上帝会先伊到上悬下位，所以教我安尼为着献上耶稣的名，
亲爱的天父，全能的上帝，今日是你所献的圣水，愿全心全意来到你的面前，靠着谦卑甲恭敬的心，你叫阮每一个人来到这，不只是真做信徒，也要完成你的大使命，来互万百姓真做你的门徒。感谢你对每一位同一同工的好调，因不只是教会，也要伫社会中来服侍，这不但是一负的责任，也是对你旨意来顺服。伫你的话中讲，咱一世人踮伫基督做一身，每一个肢体拢有特别的独立、重要角色。由你手术互阮会同一同工智慧甲才能，互伊会当行出你所交付的责任。不只是以正直的甲公义来行事，也要用爱心甲慈悲的心，以感动人来归顺你。主啊，阮知同一同工的这个事情是啥物？由你拍开阮的心思意念，阮对你的话来诚做阮的勉强，来看清家己伫你服侍中来找寻你的荣耀，伊是为了家己的荣耀，迄是阮伫事当中会使。我中一同工伫服侍中见证基督谦卑，将上好的时间用你，亲像基督为了教会替下伊，阮也为了今仔日行出正道，会记出每一个听听话的心神，互阮只是听主的道理，也要行主的正道，使互阮勇气甲毅力，伫面对挑战的时，也会当坚定主的道路。展现出真正上主的人来亲自引带。伫咱的聚会中，阮的心神感受你来听，阮会使毋是出于义务，也是出于对你真心的听。有主帮助阮伫未来的日子，较深来明白你，较热情来听你，来爱你，较用心来服侍你。将阮将阮的祈祷拢靠主耶稣圣名来。请咱来攻读上帝话，也记载于圣经提摩太前书3章第1节到3节。提摩太前书3章第1节到3节。大约汉本212，下本268。咱若因无难道会信，伊是用着好的工。这句话是真实，所以做工作的应该用通行。做一个有能人的丈夫，唔通倒酒，要守己端正。好款待厝外人，到教师，无因为酒起事，无拍人，要温柔，无生气，无贪财，到真坐家己的家，用端庄，互听你。因为人若袂晓你整治家己的厝家，要安怎照顾上帝教会啊？有领导便毋通互伊做工作，惊了家己贫苦来陷落伫魔鬼所受的审判。不伫教会外就有好名声，惊了遇着人就买卖，陷落魔鬼的活动。因为人若袂晓安尼做一世个也着管住，无两样话，无爱啉醉酒，无贪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过守信道的好命。亲像这个人，着来先试验伊，若无通行，才通互伊做一事。安尼，人也着完忠无归途，无好酒，万事用事。即使着做一个为人的丈夫，交这做伊的兄弟，甲家己家，因为交做一世个，家己得到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里大大高大，时听到时间来献身。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伫今仔日因为过一个月咱就要来选长老甲执事所以就是今仔日用中集的集来甲咱大家三点礼。咱伫天母台前书的第3章第1节到13节，用台语和日本三角过来提一遍来请。即句话通相信，若有人爱做监督，伊是幸无美好的工作，所以监督就无通嫌，只有一个某，按分手比，自责关键，交款款出来。无假事，无酒醉，无享乐，反正爱温和，无三心，无贪财，交管理家己的家庭，囝儿有顺福，事事圆足。人若为了管理家己的家庭，乃为了管好全地的教会，初信者。互伊担任监督，才会自好自来，含到魔鬼所受同款的审判。伊离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才免受威胁，含到魔鬼的罗网。执事相反嘛着断错，无相面过，无好酒，无贪财利。要用真理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这款人嘛，要先互因接受保养，若无通行，才互因担任执事。女执事嘛是着关注，无影响别人，按分守己，事事良心。执事应该只有一个某。交管理囝儿甲家己的家庭，执事的工作若做袂好，本身会得到好名声，嘛通真好感，感觉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以上这段的圣经是保罗伊所写咧本地诚做长老执事的。咱5月的第4主日就要来选长老甲执事，伫8月的第1主日第1主日就要来举行就任式。表示讲现任的长老到8月就是一个迄个讲任期的结束安尼，过来就是搁一个新的任期对2024的8月，到2028年8月。所以咱嘛感谢即任的长老甲执事因的付上甲着外伫最后这段时间，有缘接手伫所，就爱接手的，而且咧努力其实教会真正无长老无执事袂当对无？无牧师偌紧，无牧师有当时就是中会会派小会议长，无牧师嘛是艰苦，总是伫即个无牧师的时间，长老执事。同齐同大，紧紧好聘请着牧师来到伫遮。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咱看到提摩太前书，伊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个提多书，三题，就是保罗写提摩太，甲提多伫遐来勉励。有人讲这就是教牧的事实，教牧的会，你教导讲要安怎牧养教会，听做一个牧师要安怎来教训等等遮的，所以伫即个中间内底就讲着讲要安怎来设立即份牧养信徒，佮处理教会内底的代志。咱知教会就是初代教会了，啥物教会是对耶稣受国活了后，就去了后，对使徒开始设立第一间的教会，迄个时阵信仰开始才有教会。教会这个字是对希腊文出来的，希腊文出来，做 ecclesia。教会意思就是安怎？上帝所呼召出来，特别的。所以教会内底所处理的代志，
是用啥物？用圣经所教示的，毋是用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的那种法则，咱爱对圣经内底来，所以咱对这三本册内底会当看见讲，特别伫教育内底关系中心的即集的咱的经文伫咱圣经这三位著是使徒行传第6章第3节，提多书第1章5节到9节，搁今仔日咱所读的遮，拢有讲着，拢有讲着。其实原本只有长老，就是叫做监督。啥物时阵有执事出来？使徒行传第7章内底有讲，伫遐开始设立执事，就是迄个时阵本来原本拢犹太人伫耶路撒冷尔，总是信心充满了后，有侪外国的人转来。所以因就伫遐咧安怎？伫遐咧抱怨咧complain讲，你遮对阮迄企业转来的遮个寡妇妇人人拢无迄落呢，因有当时来食饭的时拢无好人食有即款的代志。所以伫迄个中间使徒就邀请大家，然后因选出执事伫遐来协助安怎管理食饭的代志。然后遮个使徒会当来专心伫祈祷，甲传道理的侍奉。所以教会设立了后，开始就有监督，这个监督的意思是长老，总是为个教派伊内底的长老，伊嘛又叫做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然后遮个规个有长老执事，特别是监督长老，伊就是管理教会，教导真理，伫行政总务等等遮个代志来。然后执事是做啥物？执事就是做协助，执事就是做协助。伫长老教会内底，咱的长老有分啥物？教训的长老甲智慧的长老。教训的长老就是咧讲牧师甲传道师，就是训诲的长老。智慧的长老，就是咱的长老，所以伫教会内底有组织，有小会，小会就是牧师甲长老，中级会就是牧师、长老、执事。有一个教会的牧师问因教会小朋友讲，你下摆要做啥物？伊讲我下摆想要做长老呢。牧师听了真欢喜，讲这个气象袂歹伊就人问讲，你是安怎会想要做长老？伊讲，因为当管牧师牧师听了3条线伊讲迄个牧师讲爱做长老偌紧，长老是安怎？甲牧师做伙协助来管理教会，所以长老是管理甲教导最主要的工作。执事咧，执事主要的职责就是协助长老，咱知这长老就是牧师甲咱的长老，来执行小会所交办的事项。伫咱的教会，咱伫咱中秋会长老的地面咱就分职管理组、灵修组、敬拜组，有团契组、培育、侍奉甲宣教。其实这看名伊就是较高深，咱讲管理，伊就是较行政的部分，行政财务，灵修就是教会读圣经等等遮个关系，迄个讲灵命的造就，敬拜真宽，敬拜就是关系所有的敬拜，礼拜一般的教会可能叫做礼拜组，咱大概这敬拜组。就是遮个，包括影音遮个拢是媒体软体的敬拜的部分，敬拜赞美等等遮个。团契组大部分拢讲迄就是关怀，关怀，咱来提高团契人甲人的交流交易遮个，拢是团契组关怀，是伫即个中间培育组，就是培养甲教育。可能有个教会拢叫做教育组、侍奉组这就听起来就真高尚其实伊就是总务啦，咱来讲侍奉啦，就等于遮个爱修理、维修等等遮个侍奉，交通的接送等等。宣教组就是像伊的名同款，就是宣教，还是传道，有个教会叫做传道，教会嘛叫做传道，就是一个
会宣告组顶哩。咱教会的长老吼，就是有每一个人做即组的组长，啊了后执事伫即个中间来三帮助。好，咱对伫今仔日的经文咧，伫经文内底其实写甲足浅白，牧师伫遐来整理起来，就是讲若安尼照伫今仔日的经文，伊伫遐讲一个会当做好势。忠实的人，伊爱有啥物款的条件？第一个讲到品格的端正，讲到做一个端庄，嘛做一个讲到交安怎，啊，过来着毋通安怎，伫即个中间，大概有讲到你会晓节制啦，节制家己有规律，有节制有规律，无受到情绪的影响，伊讲无讲伤面话啦，无拍人啊，无累累跟进这的这就是讲无受到情绪私欲的影响，欢喜来分享，过来就是管制钱财。我感觉特别后壁即个管制钱财介重要，因为教会内底的管理嘛有牵涉到钱财的管理，就是正人的奉献即个中间。伫遮咱讲品格的端正搁较深来讲就是一个人的性命。性命是毋是有伫上帝内底？靠着耶稣基督来斗来改变。若讲到遮个条件，咱会感觉讲安尼无一个人会当来做。总是你若有愿意，伫即个中间，咱拢讲咱就是安怎施工中啦，还搁咧受上帝管教的中间，还搁咧受上帝管教的中间。管个特别管个钱的部分，我感觉诚做一个基督徒特别要侍奉的人介重要，伫钱财的部分。美国有一个新教会的牧师，听即个牧师伊的教会哪来办，然后伊嘛有一个迄个电视台，顶过来安尼，因为安尼扩大，搁有其他，搁有灵修中心，结果即个牧师到尾后，伊至即摆算起来是年老的牧师伊到尾后安怎？因为牵涉到敛财，因为即款的事业哪来当活，就甲钱有关系。过来，伊就是伫迄个中间嘛有牵涉到挑起，所以受控告，又受关监，到尾后关不止久，到尾后有搁放出来，迄格里汉牧师的儿子有去来接纳，又写一本册写我错了，所以咱就看，伊当伊受关卡掠着的时阵规个你看伊几十万人遐规个拢要放看去，所以一个诚做有影响力的人，迄种品德端正足重要，特别是钱财的部分所以嘛有听一个年长算讲资深的牧师伊有分享，伊讲其实伊伫美国咧读册的时阵，伊的牧师有甲讲，伊足少去看会友奉献的即块。啥物人奉献无济？伊讲，因为奉献是个人甲上帝的代志，伊惊伊去看迄了后，会影响伊对伊的会友的看法所以伊诚做牧师，伊足少管迄种代志。即个牧师，即个资深的牧师嘛讲，因为伊是伫一间足大间的教会，伊讲伊尽量保守伊家己无伫即个顶面，无伫即个顶面。我会捌听另外一个。牧师，伊讲伊当伊做传道的时，伊伫迄个教会，伊发现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奇怪就是无好啦伊感觉讲安尼敢对安尼啦伊发现迄个教会长老管财务的长老，就是教会要安怎用钱，总是迄个长老竟然拢无回血，就伊做传道到伊离开，所以伊感觉这是一个疑问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诚做一个。既然是长老甲执事，就是伫即个顶面，特别伫钱财的顶面爱税钱。我相信伫咱中会，即款的代志捌发生咱就莫讲咱即间教会，听讲伫即教会的钱规个，就互迄管钱的人，同工就走去。即款的代志伫全世界的教会一直拢有发生，所以。耶稣伫遐讲，你无在了侍奉上帝，你搁侍奉马门啦。你无在了安尼啦，侍奉上帝搁侍奉金钱，
一定爱选。当咱侍奉上帝是咱全心，所以迄款的心就是一个虔诚的心。甚至为了教会，我以前住个教会，我看因大概收奉献了后，因就去另外一个所在伫遐祈祷了，才开始伫遐算遐的钱，然后收是另外一个所在的。我伫韩国看因所有要收钱的，要收奉献的长老执事哇，真正是排练的队伍真非常的一个庞大，嘛足整齐足虔诚的了后，到一间当然迄较大间的教会，韩国赵荣基牧师的教会，因个都是规个了，是用数钞机啦到尾了是啥？银行的车来接啦咱无较好大的规模总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来做这，而且要展现的是啥物？就是一个愿一个分别即上帝的钱伫遐的分别关于上帝的钱我家己本身伫遮来学习我拢是讲，伫我以前无人教着我爱过现啦因为伫教会时拢还搁咧读册嘛，无趁钱，所以已经到读神学院的时我才知影讲爱有过现，这是一个即教我所以伫遐甲我做见证，通过安尼了后，我一个学习就是固定对你的1/10这是一个咱会当安怎得到福气的一个管道所以伊甲我教了后，对迄个中间每一摆当你摕出来时，你搁加倍对上帝得到祝福。伫迄个中间，马拉基书讲，你会当来试看卖咧，你会当用这来试看卖咧。所以咱长老教会讲用奉献，规个教会讲这1/11奉献，拢会当。只要你愿意伫迄个中间，你就要来经历着上帝拍开天空，甲你拼上来。即嘛是，互我上迄个洗礼班的人，我拢会来做见证，然后伫遮来讲，迄实在是上介好收的概念啦。逐个月逐遍，然后钱入来，就是伫迄个中间所以咱伫即个管制制裁顶面我感觉迄对生命甲品格真有影响，对无？最近咱看到徐小新伊的代志即个立法委员，迄就是甲制裁有关系啦过来迄个艺人黄子佼甲啥物有关系？就是甲性有关系所以即两项也是魔鬼对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内底上大的一个试探。过来就是爱管理好家己的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好的管理总是咱嘛知影家庭实在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无有当时咧囝儿当伫咧青少年的时阵无好落管理总是咱有信心也伫即个中间愿意为咱的囝儿祈祷为咱的囝儿祈祷诚做教会同工的会当交托也会当有时邀请咱的同工同齐来为这祈祷。我想这就是咱会当来追求，因为咱的家庭毋是干那咱这个咱家己的这个家庭，教会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伫这个中间有一个管理好家庭，互相伫遐支持，诚做资源的体系。第三个讲，诚做一个中心要有一个好的名声，这个意思是啥物？就是有见证啦，有见证咱的信仰的实践，咱知影是知影足简单，要行出来足困难。总是你只要有见证伫这个中间人就因为你安尼会当来意爱，对无？亲像人来讲原来这个人伊就是基督徒，我感觉伊有特别这就是一个好的见证我感觉伊特别较好称分，为个啥物代志无啥人爱做，伊会摕去做伫公司内底袂歹，这就是好名声迄个好名声无一定你要有足悬的地位，对不对过来，拄我讲家庭美满有一个牧师讲因教会一个女长老，伊的先生无信主，伊足爱伊的先生会当信主，拜托牧师去拜访去探访因先生，所以牧师就去探访拜因，去讲话讲了后，牧师看了会甲迄女长老讲因先生讲，若信基督教遐尼阿爸我无爱。因先生讲你伤霸道，你厝伤霸道，结果迄个女长老有改变嘞，偷偷改变。
伊原本就是想着讲先生为个代志，咱拢无做决定敢感觉起来敢啷啥，所以伊就自然就敢若表现敢若女强人。到尾后伫迄个中间改变尾后，迄个牧师做一件情况，迄个伊个先生有来有来入教会，了后伊个囝儿嘛拢有来教会，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咱拢伫咧努力个中间，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讲，恁个心虽然愿意，但是你个肉体却是软弱。这是耶稣伫去西马利园伫遐祈祷，发现伊三个迄个学生拢安怎分去啊？所以就来讲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互咱知影，有时咱知影讲安尼，但是咱的肉体是咱遮。搁伫保罗所讲的讲，咱所欢喜做的好，我所知影的好，我无去做；我所无爱的歹，我反倒去做。苦啊，我会做啊！啥物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这就是咧讲，讲其实咱伫这个中间，拢一定天人交战，伫这个天人的交战的中间，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就是共款，总是咱拍拼，要伫要安怎有好的性命、好的品格传承了后，有一个家庭的美满，有好的名声，有好的见证一款，伫遮来实现。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甲咱讲的。若是安尼，照伫其他教会头拄所讲，咱伫中职伫教会内底职责主要有4项，就是治理甲监督，治理甲监督，治理甲监督，确保咱的教会是照着圣经所描写的即款的原则，教会是诚做有纪律，有纪律的，过来就是爱有管顾甲牧养，管顾甲牧养就是一个关心，关心信徒有时是软弱，有时破病，探访，身体欠安探访，过来咧鼓励信仰，信仰倒退灵心的人。过来提供上面的指导甲支持。伫这个部分，这毋是牧师咧做尔，就是咱中职做伙伫这个中间。头拄我有讲，做技术嘛是共款啦。你会当诚做会当同教会，这就是一个支持的体系。咱顶礼拜有讲到家庭嘛，家庭的体系内底讯息的支持对无？咱诚做伫教会伫家庭我至少会当替你祈祷。互咱做伙来祈祷，短祈祷就好啊。这就是一个管顾甲牧养，过来咧教导甲训诲，你就是有一个教导的文书，需要有教导的文书帮助咱的信徒的成长，会当解说圣经，而且做出教导的模范。教导有的人有才调伫教导的顶边真高，检测有的人无才调，总是。牧师邀请，咱就是伫教会，咱来做伙读圣经。至少你单单的爱有人脉，有一个笑话，就是头拄耶稣所讲的，讲你毋通侍奉，侍奉上帝，搁要侍奉马门。有一个牧师做到画漫画，伊就画一个漫画，讲牧师伫遐讲，哎呀，恁拢常常互迄马门甲恁赢过，甲恁试探。第二个就是迄个一个长老就去找牧师迄个图画讲牧师马文到底啥物人？你甲我讲，伊住伫倒，我来找伊。安尼，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笑话啦马文是讲啥物？马文是一个人呢，马文就是咧讲钱财的意思所以咱诚做一个长老甲技术，伫这个部分，甚至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啦咱伫这个部分看圣经咱就伫迄个中间大部分经文内底爱捌啦。爱知影假使人问了毋知影咧，无要紧，我等来找，我等来找答案，甲你讲，毋是拢问过就知影，牧师嘛是共款你问牧师嘛无一定拢知影，但是安怎，我会当来，咱做伙来学习，我回去找答案，我甲大家推荐，你嘛会当用那个 ChatGPT，你家己若会晓编的话。伫 ChatGPT 内底，你会当来做一个代志，包括即款的代志包括教会代志等等
我就捌甲问过讲教会的历史，第一间教会，然后啥物，伊就将迄历史，因为这拢是伫学文内底有记载的，但是问到尾后吼，问着伊毋知的吼，伊就伫遐讲问伊几句啦吼，所以你就知影讲这就是无人伊整理出来。所以这个教导的部分，我感觉毋是你若问讲伊袂晓甲你回答，你就讲这个哪会安尼？闹开啊！咱若毋知，咱就来讲这我无搁来偌清楚，我会来查，搁来你回复。逐个伫遮相甲做主动，看别人比咱搁较贤，包括牧师共款。搁来第四个，彰显上帝的名，荣光上帝的名。哇！我感觉这是上介重要呢。咱讲安怎容神益人，荣光上帝，利益众人。头前的是啥物？荣光上帝所以毋是利益众人排来头前。嘛是才互咱一个提醒，就是无论咱的生活、咱的行为，就是荣光上帝，诚做模范。所以咱教会所做的活动，第一个爱考虑的就是荣光上帝。过来，伫荣光上帝的前提之下，他才会利益众人。有做活动，咱若用干那利益众人，哇，看这会当安怎了后失去无用荣光上帝来讲做前提的话，在咱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人无在了受吸引，人伫迄个中间来感觉空虚，敢若做老热的一上了后，留落啥物无？所以咱荣光上帝第一部分爱来做。要安怎互活动成做一个荣光上帝的活动？明明伊就是安尼那定。所以伫头前为着这个活动的祈祷，就是互这个活动有内涵。平平是诚做一个卖物件的，还是啥物的活动，甲社会拢共款啊。要安怎荣光上帝？就是因为你头前有伫遐祈祷，互所有会当入来的人，通过伫遮买卖，通过伫遮的交易，伫这个中间会当安怎接触到？会当受感动，会当体会到、经历到上帝的奥妙，这就是荣光上帝的名。所以弟姊妹，咱拢讲要荣光上帝，荣光上帝，这一定爱拜的。咱讲要听上帝爱拜的，拜伫头前啊，迄个第一个上大的概念，嘛毋是听人亲像家己的，头前爱搁安怎？爱搁听咱的主，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听人亲像家己，这一个优先顺序不要搞错了，唔好搞错了。所以结论来讲，其实要诚做忠心，就是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啊。忠心是甲牧师同齐完成上帝所交代互教会的大使命、大诫命。忠心的责任就是做伙来起造教会，互这个教会会当合上帝的旨意。但是忠心的服侍有简单无？咱现今的忠心的服侍有简单无？小看在摇头啦其实无简单我本身是长老的囝我的弟弟，我的姐姐，即摆嘛是拢长老我感觉无简单过去我的老爸爸嘛是长老，我看伊。长期做教会的长老，而且是管辖，管教会的职责。所以伫迄个中间，我嘛看到伊伫迄个中间，因为钱的误会互人骂，所以伫我细汉的时，我嘛甲其他的长老的囝，然后看到伊比我较大汉，加大汉足济我在小学伊就读高中，结果。伫遐咧骂长老所以我的心里想讲，哪会咧服侍的人搁互骂安尼所以我知影做长老接受无简单，无简单。咱接受就是爱有认真的接受，才会当选做长老。总是咱今仔日有一节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万军的耶和华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耶和华的神，才会当成遮的事。所以咱的长老接受，毋是咱生落来就是有遐尔有才情，是安怎？我靠主才会当来行做这。
才会当来食最佳的福赛。无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总是当你愿意互上帝用的时，伫迄个中间斗，伫迄个中间气无换心，伫迄个中间通过福赛互主使用，点彩伫厝有诚好的表现，总是伫教会大家做伙会同工了后，对即个会当带来咱家庭的改变。求主帮助咱，牧师要带领咱有一个思想，你为着现金长老接受祈祷吗？我有为着现金的长老接受祈祷吗？长老也包含牧师，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吗？其实因是上界头前，遮个人就是上界头前伫教会安怎？毋若是咧服侍尔，因为当你服侍的时阵，灵界魔鬼安怎不喜欢一定会有精神的。所以嘛换一句话来讲，长老接受就是。徛伫上头前，咧抵挡这整个教会所受属灵的精神的上头前。安尼咱知影无？所以咱要为着长老即事来祈祷，因为咱参与，咱可能来礼拜，咱可能伫祈祷内底尔，总是长老即事因是坐伫事工的顶面，迄着有物质上的事工的服侍了后，带来咧属灵的改变的部分，传道、教训，对无？关怀等等。连心倒地去关怀唯一祈祷，迄每一项拢是精神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为着现今的长老接受，我邀请咱伫剩一个月尔，你为着现今的长老接受因所做，即4年来所付上的，完上帝体验，完上帝教会事奉，了后为着搁来新的一任5月2日，咱所要选的长老接受，求主亲自伫即个中间，加添。信心溃烂，也互咱有智慧，会选出遐个愿意奉献家己的，咱三个来祈祷。祈祷上帝，阮承认，阮实在拢是软者，总是处理若要用，就互遐个受你呼召、差遣的，会当诚侪处理所路用的，特别教会内底，你设立阮也有长老执事，主啊，愿你亲自也来侍奉。然后教会不时拢伫长老接受因的管理治理伫即个中间的服侍的中间，互教会有秩序，互教会也有规律，教会会当顺序，互兄弟姊妹也会当伫即个中间有人会当来相帮咱。主啊，阮为着阮现今的长老接受，阮献上感恩，主因怎样伫即个中间。无人知的，伫遐咧尽力招外服侍，处理纪念，也纪念恁的家庭，同齐伫即个中间来付出，就是愿意来成全伊的丈夫伊的太太，厝内面的人会当伫遮来服侍，就这是无简单的。主啊，愿你加倍祝福，伫每一个长老接受因的家庭。主，阮也为着5月2日所要来选的长老接受。新的一日，主阮献上阮的仰望，献上阮的祈祷，愿你圣神来也教阮要安怎伫即个中间选出有品行品格端正，有顾家庭也阁有好名声、有好见证的主啊，同齐甲牧师伫教会中间，互教会会当完成主你所交代阮的大使命甲大概念，愿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安尼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撒个来回应诗。应甲上帝话语，圣诗第553首，圣诗第593首，拄着这个在个为你真艰苦，请起来做诗。你说你的温柔把心用来。
罗马书12章第5节，做伙来两个下。第二件，无话大好。
请有学生刚刚按来对电话做啥物啊？然后是个时间甲助理，咱家己来看。第四项消息报告，下点会助理台湾世界展望会要来咱们教会做暑假的分享，而且他这摆个甲响应。透过这个计划，互咱的囡仔来选择伊的资助人，就来精选咱诚做尊奉囡仔的人，互咱家庭来传到地级，台湾到世界拢对一个选择开始。第二点，今仔日政务处是真往给有教会资源监督，今仔日花语要办结束了，要调开小会，会主理调开顶次会甲小会请大家头参加。第三点，中中妇女保护如何？下晡2点半，联本会要举办小区的聚会。第四点，中中妇女部要举办健康营养讲座活动，好有健康者，有健康师。时间伫个5月25号到6早起10点半，有要参加的下这请向小文长老来报名，到哪为止？第5点，今年这几年伫个本会指挥谢金长老以及修正长老的大姐，伊个4月14日开始工作恩召。伫个5月4号到6早起10点，个别咧大庭的路上，经过教会警察排道管束安慰回救，报名参加请当天早上9点到会出发。第4点，这个拜时的家庭礼拜是8点，伫个景致姊妹才是靠前兄的故乡。教会福音差7点4分出发，请准时来教会出站。第7点，请特别为主元兄来祈祷，伊个明仔载要伫个中基来进行高雄的晚课手术，有助伊伫个团队来帮赞。主元兄顺利度过手术的风险，搁早注意恢复健康。第8点，注意到6月1号要举办亲子户外活动，下点伫个嘉义3只小猪观光农场，准备参加，请向校长敬礼指示跟依婷指示来报名，到哪为止。第9点，6月1日助理要举办洗礼，欢迎报名参加，而且已经报名有陈冠达及前人洗礼，洗礼课程的照报名洗礼假时间的安排。看几多个？来到食堂有一点求助将管理，他人的对当乌俄战争对以哈战争台湾的命令来提的。第2点，求助奉献彰化众教会，台湾4道帮教会甲本会今日的指导理念。第3点，对本会5月26号要召开临时大会。要选举第1任的长老甲执事来提告。第4点，请为身体健康的长者来告，精神省略。弟兄有王维国、刘俊元、蔡锦堂、施维坤、张曼义、刘义峰、廖顺杰、郑应国、施庆发、金国同平谷、潘曼丽、夏丽玉、谢金满、林美华、杨桂花、谢淑贤、王小豪、张淑珍、林诗彩儿、沈丽玉、马托利牧师，咱同会保护车，这个也可能这里要用大概每个堂家来欢迎弟兄。书一只，邀请咱就是相信第1点咧讲，后礼拜的主日是世界展望会吼，要来咱教会做一个秋神恩典的选选的论点，看见囡仔的选择，伊是要来找，毋是要甲咱运动，毋是甲咱要甲咱无，毋是要甲咱模范，是要模迄个领养人啦，就是世界有迄款较送向的国家遐的囡仔，遐的制度，然后因需要有人1个月大概700块的资助，所以你会当加做一个人领养人，来1个月支持700块安尼。这个活动
以前因是因家己安尼对迄个人对迄个囡仔，即摆因是来今仔日我若是要做一个领养会，伊今仔日来翕相，大家拢会翕一张相，然后伊对即个相片交互遐个需要领养受领养遐个囡仔为选的所以这特别尤其迄个中间真感觉讲足稳定的嘛感觉看到足侪水的故事伫迄个内面我伫遮先透露一个就是咱大卫教会咱台语教会，伊教会有一个是脑性麻痹的兄弟，伊是咧捡钱抓，结果伊伫迄边展望会时，伊嘛写讲我嘛要领养一个小孩子安尼啦所以伊就翕相，伊是苹果不方便，然后伊的面嘛甲咱无像咱安尼，大家就看讲一方面嘛会惊讲伊敢若捡钱抓，毋知有一条一个月700块来领养有来翕相了小话要开讲，较细若付袂出来到月底啦。结果足奇妙的代志发生啦，有一个囡仔就选伊呢，然后因迄囡仔选即个人，伊拢会写讲我是安怎选即个人大家拢有选着，伊写讲我感觉伊笑起来足水的啦，所以迄个兄弟就一直伫即个资助的领养人的当中，伊一直拢无讲讲袂出来安尼所以咱看一个残障就是讲安尼看起来是无法度好好讲话的人，然后伊翕起来相片，迄个囡仔看起来讲，我看起来伊足水的，所以也因为迄个囡仔会肯定选着即个资助人即个兄弟伊也感觉讲足尊重的当时所以伫即个中间即款故事足济所以伫后礼拜是我讲到啦讲是伫即个中间里面来选所以你会当伫后礼拜像你感觉上水的衫来你若会当做资助人伫迄个中间来翕相好，以上补充搁来牧师伫今仔日的补充资料，咱的迄个周报的后壁才有一个补充资料有用的部分，即就是有一片影片可能有较久，可能有对所有的每一段的迄个讲咱的圣经拢总有66卷66段看好我咧讲话，你就当看做影片要放影片的要互咱大家看即部影片伊伫遐就是咧讲对世界创造的起头然后创世纪是啥物？22、66段今仔日我先看有用的部分你会当看这视频来听咱即摆来做伙来看一片让你对圣经更较了解。开始。神已经允许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从世界创造的起头，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在创世纪里，他是女人的后裔；在出埃及记，他是约的高官；在利未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民数记，他是白日云柱，夜间的火柱；在生命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在约书亚记，他是我们救恩的元首；在士师记，他是我们的士师；在路德记，他是至亲的救赎；在撒母耳记上讲，他是可信赖的先知；在列王记历代志上讲，他是掌权的王；在以斯拉记，他是信实的文士；在尼希米记，他是一切破碎的重建者；在以斯帖记，他是我们的末底改；在约伯记，他是永活的救赎者；在诗篇，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箴言传道书，他是我们的智慧；在雅各书，他是我们的良人；在以赛亚书，他是受苦的救主；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他是为我们流泪的先知；在以西结书，他是那4个脸面的长子；在但以理书，他是火窑中的神者；在何西阿书，他是永恒不变的丈夫；
在约珥书，他用圣灵为我们施行；在阿摩司书，他背负我们的重担；在俄巴底亚书，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在约拿书，他是我们伟大的宣教士；在弥迦书，他是那脚中佳美的使者；在拿胡书，他为我们伸冤；在哈巴谷书，他是那复兴的守望者；在西班牙书，他是全能的拯救者；在哈该书，他恢复我们失去的产业；在撒迦利亚书，他洗除罪恶与污秽的田野；在马拉基书，他是公义的日头，发出医治的大能；在马太福音，他是弥赛亚；在马可福音，他是奇妙的仆人；在路加福音，他是仁者；在约翰福音，他是圣者；在使徒行传，他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在罗马书，他使我们称义；在哥林多前后书，他使我们成圣；在加太书，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在以弗所书，他是基督，是那测不透的丰富；在腓立比书，他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哥罗西书，他是一切的元首；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是快要再来的君王；提摩太前后书，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在提多书，他是信实的牧者；腓利门书，他是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希伯来书，他又选与我们立永约；在雅各书，他是医治的主；彼得前后书，他是大牧者；在约翰1、2、3书，他就是爱；在犹大书，他将带着千万圣的降临；在启示录，教会啊，举目仰望，你的救赎主来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献诗第381首，献诗第381首，俄勒平定主宰23Yes.
互阮也会当有理性伫阮所做一切的工程顶面，就愿你来带领，互乐港教会将做你所欢喜的教会，来将敬畏耶和华的心，特别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以及阮所有的同工的身上。但愿主耶稣基督国外的困难，以及天地上帝大慈悲疼痛，圣神的上通陪伴，甲恁正大家三甲基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好。没有雨，你要比较小还是有比较小？应该比较小。还有华语啊。这个在那里。哎呀，还有一张。等一下。等一下了。急什么？好。